主后2023年7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关注软弱的肢体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31节。遐日子的关系圣神的文书，我爱恁了解。恁知，恁要是异教徒的时，出在人带去行迷路，去拜袂讲话的偶像。所以我爱恁了解，所有受上帝的神感动的人，无人会讲耶稣着受咒诅；若无受圣神感动，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文书有真侪款，毋过赐文书的是同一位圣神。侍奉有真侪款，毋过是侍奉同一位主。工作有真侪款，毋过帮助逐个人去做逐款代志的是同一位上帝。圣神伫逐个人身上显明的，是要互大家得到利益。有人通过圣神得到传信息的智慧。有人根据同一位圣神得到传信息的知识，有人对同一位圣神得到信心，有人对同一位圣神得到医病的文书，有人得到行神迹的文书，有人得到传上帝信息的文书，有人得到分辨上帝的神甲别个神的文书。有人得到讲灵语的文书，有人得到解说灵语的文书。这一切拢是同一位圣神的运作，依照家己的意思，将无同款的文书分予逐个人。亲像身躯是一个，毋过有真侪肢体。身躯虽然有真侪肢体，毋过身躯只有一个，基督嘛是安尼。无论是犹太人，也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的人，咱拢对同一位圣神领受洗礼，成做一体。搁咱嘛拢啉同一位圣神来得到润德。身躯毋是只有一个肢体，是有真侪肢体。骹若讲我毋是手，所以无属身躯，骹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。耳仔若讲我毋是目睭，所以无属身躯，耳仔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。全身躯若拢是目睭，要用什么来听？全身躯若拢是耳仔，要用什么来闻？安尼，上帝照伊的旨意，将逐款肢体安置伫身躯。全部若只有是一个肢体，哪会当算做身躯？安尼，肢体有真济，毋过身躯只有一个。目睭袂当甲喙讲，我无需要你；头嘛袂当对骹讲，我无需要你。其实，遐个看起来较软弱的肢体，颠倒较有必要。咱看较毋上目的肢体，颠倒着搁甲因看重；较歹看的肢体，颠倒较着甲因糟蹋。遐个较好看的肢体就无需要糟蹋。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，互遐个较无重要的肢体得到较大的尊重，通互身躯免得到分裂，颠倒互逐个肢体互相照顾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；一个肢体得到荣光，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。恁是基督的身躯，大人是身躯的肢体。上帝伫教会所安置的，
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阁有行神业的，阁有医病文书的，帮助人的，管理事务的，讲逐样灵语的。逐个人兼拢是使徒，兼拢是先知，兼拢是教师，兼拢是行神业的，兼拢是有医病文书的，兼拢是讲灵语的，兼拢是会说灵语的。恁着热切羡慕搁较重要的文书，呾我甲恁指示一条上好的路。关注软弱的肢体。伫哥林多前书12章，保罗主要伫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对属灵文书无知所造成的纷争。当当时，哥林多教会的敬拜至少有3个问题：搭头巾仔无，守圣餐的状况混乱，滥用属灵文书。那对哥林多前书11章到14章，保罗谈论教会3个问题的篇幅长短来看，滥用属灵文书的问题，显然比另外2种搁较严重，搁影响到教会的合一甲特殊。因为安尼，保罗严肃搁慎重讲，兄弟姊妹，关系圣神的文书，我爱恁了解。伊指出，逐种文书拢是共一位圣神所赐，搁用譬如说明属灵文书的原则，亲像身躯是一个，毋过有真侪肢体。身躯虽然有真侪肢体，毋过身躯只有一个，基督嘛是安尼。保罗提醒，毋通因为文书无同，就彼此看轻别人。当当时，哥林多教会的组成分子有犹太人甲希腊人，有做奴隶甲自由的，因的身份甲文化背景有真大的差异。这种差异敢会带来冲突的？想象一下，富有的甲散车的，尊贵的甲卑贱的，做奴隶的甲自由的，共踮伫一个厝盖内面，爱因放下成见，彼此接纳，互相适应，敢容易？应该无容易。莫怪保罗强调一个身躯，一个圣神。伫教会里，上帝互人各有其职，希望信徒踮基督的内面合一。接续保罗阁讲到身躯的协调，在于彼此是毋是会当互相关怀照应。教会应该正视甲接纳多元的存在。身躯的大部分只是功能无同，却无关系分别。面对可能的冲突，只有彼此相听，疼惜弱小，才会当彼此合作，发挥功能。保罗用身体的譬如，重点是肢体的连结，欠一个也袂当，而且迄看起来无啥重要的肢体，搁较需要加倍关注，因为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同齐受苦；一个肢体得到荣耀，所有肢体就同齐快乐。台湾基督教教会伫2022年到2023年，用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特殊做主题。那安尼，咱要传承什么款的上帝国，塑造什么种的新特殊？笔者所属的台亚中会，用教会数来讲，通讲是本庄上界大的中会，总是伫120间的教会中间，至少有1/4是需要受辅助的机会。为着安尼，阮中会鼓励资源较无底欠的教会去帮助资源相对
较欠缺的小教会，发挥大个牵成细的功能。部分区会也纷纷赞成运用共同经费，支持区会内较弱小的教会。也有个别教会愿意资助小教会传道者的部分社礼，互教会的牧养步入轨道。这拢在实践保罗的教示。日想，我是毋是注意到教会内容易互忽略弱小的兄弟？中会内资源丰富的大教会，安怎分享资源予小教会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阮，为了成全一个身躯，愿意甲无共恩赐用来帮助教会推展福音事工，建立合一的身体。求你赐予阮听的能力，来关心教会内每一个人，也互阮教会会当分享资源，予遐需要帮助的小教会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